继续来看中华县的议长谢展霖，伊嘛兼篮球协会理事长，但是因为一寡个人的作为，害篮球协会去年一年无法度开会员大会。谢展霖昨突然间伫咧网络po伊的后生篮球比赛的相片，讲后生摕到好成绩，伊真骄傲。结果下骹有人留言讲，后生拍篮球，爸爸拖倒篮球，这是互谢展霖真俩讲直接来回呛。结果引来搁较侪网友甲呛转去，网友讲谢展霖敢真正适合做会长。觉得关于这个命中率怎么样？谢展霖甲因后生比篮球，搁互因后生笑讲实力有够歹。中华县议长谢展霖身兼篮球协会理事长，互人讲伊长期拢无出面，互篮协规年无材料开会员代表大会，长时无伫运作。毋过谢展霖昨强写讲，伫场边一个老爸心情，伊讲看到囡仔全力拼战迄份紧张甲感动，真正干那做老爸老母的人才捌，并且以因后生的战绩感觉骄傲。结果头一篇留言就甲警惕，讲后生拍篮球，做老爸拖倒篮球，想到谢展霖直接就甲呛，搁去讲到对方的家属，这句话引起民众的愤怒，各种批评言论都出现。有人讲谢展霖是后甲袂当过后的理事长，伊甲呛讲你是后的百姓。搁有人讲恁这个应该希望你会当掂掂。谢展霖嘛真无客气甲对呛。这个文章本来是谢展霖要写出伊做老爸的心情，结果煞变成甲网友的论战。谢展霖的团队后来嘛发出声明，讲身为篮协的理事长，已经尽心尽力去找资金。网友呢无理性的留言，是小编看甲袂做的留言去冲突，以后大家唔通用攻击性的发言。开工顺利。早起谢展霖甲因姐姐谢依凤做伙出席建军工程的动土典礼，姐弟两人拢无互动，甚至行路线是一个倒边一个正边，各人行各人的，气氛降到冰点。好徛伫中央的这个县长王惠美真爱叫。自从风声讲谢展霖甲谢依凤拢要争取县长竞选提名后，谢展霖就风波不断，进前介绍因兜700平厝被批评，即摆阁因为篮协理事长的争议，甲网友对呛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